大家晚安，我是苏命，我晒黑了，所以好像肤色有差一点点，跟照片不太像。我才刚从我们部落的丰年祭的现场回来，早上中午11点以前，我还在海边抓鱼。 然后勾海胆，现在去拿吉他了。本来在穿潜水衣的，我的喉咙现在有丰年祭的味道。没有，我的经纪人快疯掉了。你们丰年祭要疯到什么时候啊？丰年祭又不是疯了，一直 call 我，其实。 要发这张专辑，知道这张专辑发片时间刚好在暑假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很挣扎了，觉得很想要发专辑，很想要赶快发，但是其实也知道，发专辑之后，老板我可不可以请假？上礼拜才刚发片演唱会结束，就要说老板我要请假，你不是说你很想要发专辑，发完专辑还请假？我请年假啦，丰年祭是我们的过年嘛，就我来自台东都兰阿美族的祭典活动都在暑假，就现在这个时间，台东都7月份了。 然后花莲的话都已经到8月了，到花莲市区以北的话都到9月了。我们那边就是丰年祭不是同一个时间，每个部落都不太一样哦。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家的感觉，每个人的
部落的过年的时间都不太一样。好，那唱一个很有花莲季味道的歌好了。这首歌来自这张新专辑里面的《新狗》。